都惊这风太好会造成灾情，花莲国福乡今仔下晡2点到5点演练天理。另外，花莲道路旧站出现新的崩山湖，目前这一流出来水是流去中环公路进行崩坑，搁流转去日不溪啊。林务署评估这水尾风险嘛有降低。 听到警报声，旅客沿中环公路紧急撤离。太鲁阁国家公园影口因为土石崩塌出现崩山湖，林务署花莲分署监测，10月早起一流水已经流入去进行崩坑。水的话上涨的话，会经由我们的那个进城隧道的西端，然后进入隧道，然后到东端，然后东端那边有个牡丹桥，水会从牡丹桥往那个利乌溪的 方向的那个排掉。水流稳定回流利物溪，林务署评估对水尾风险降低。不过中环公路进行崩坑到影口路段也是警戒区域，公路局实施各项管制。太管处宣布18全园拢封起来。秀林乡的民友民乐部落已经提早进行预防性撤离。 那我们民友社区的民应该是有将近500人。那因为有些是一清，有些可能是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来住宿，所以直计到我们收容所部目前是160名。部分居民去挖亲情，其中160人去秀林国中占大。就是那个地震，因为说怕有海啸，我们才往高山那边去。现在是因为这个堰塞湖关系，就是因为公务事件。 消费车顶囤满沙包，国军一家一户伫运送。国福乡嘛因应风尘风台威胁，实施撤离演练。就2点到3点半是疏散撤离的一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所使用的时间。到了4点钟，我们会发布第2个警报系统，也就是堰塞湖的警报系统。 10月早起，警车全力广播系统一直在测试，要确保警报一旦发挥效用。针对太鲁阁崩山湖的部分，桂林城表示，目前水量差不多有155万吨，会伫水坝挖坑引流，河水回流去入溪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